太努力嘅人跑唔遠。點解呢？因為努力唔應該係成日要意識到嘅嘢，意志力係短時間會用晒嘅，精神能量真係堅持到最後嘅人，靠嘅唔係激情，而係啱啱好嘅鍾意同投入。當堅持唔再係要成日講出嚟，要刻意安排嘅步驟，佢就變咗你生活嘅一部分，唔係掛喺生活上面嘅負擔，因為負擔始終都會被甩低。最長久嘅陪伴係唔使費心力嘅。如果你真係鍾意一個人，真係想一世陪住佢，你就唔會覺得我幾咁愛佢，而係覺得每日可以一齊就已經好好。太用力去愛，唔單止自己攰，身邊人亦會攰，因為一用力就會唔自覺提高期望。我對你咁好，點解你唔愛我？我都咁愛你啦，你可唔可以多愛我啲？太用力嘅人更加容易產生期望落差，而人係好難接受努力無用或者自己努力錯咗方向呢個事實。越用力就越想即刻得到正面回應，越用力對正面回應嘅需求就越高，就越忍唔住暫時嘅負面反饋。真正嘅堅持其實係歸於平靜，靠溫和持續嘅力，唔係成日要刺激自己。我一直提醒自己唔好用力過猛，先可以保持對困難嘅鈍感同埋對不如意嘅接納能力。短期過度用力好容易搞到身心受創。老子話：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。意思係狂風抗唔到一早晨，暴雨落唔到一整日。大自然都知道猛烈唔可以持久，到最後你會發現，雖然你從來唔覺得自己有拼命努力，但正因為你行得夠遠，每個人都會話你幾咁努力。只要你一直淡淡地行，你嘅生活就會順順淡過。